位大朋友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什么节？母亲节。为什么是母亲节？因为是父亲节。因为是母亲节。啊，父亲节是什么时候？6月。啊，今天早上啊，6月吗？这里的是6月，台湾的是8月。啊，早上有小朋友问我说，啊，那个母亲节哈是什么花？哦，康乃馨的台语叫做啥？啊，你拢讲了啊？真容花哈，真容花。啊，父亲节嘞？父亲节什么花？玫瑰。没有灰。父亲节刚没有灰。刚刚无好像没有哦。啊，那刚刚无啥讲白。我要问大家，问大朋友、小朋友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在圣经里面的人物，我们的圣经里面的人物，你觉得哪一个当妈妈的最伟大？玛利亚啊，你觉得呢？就是生耶稣啊，玛利亚。没有比玛利亚更伟大的吗？我们怎么定义伟大？我们怎么定义这个玛利亚伟大？我们怎么定义我们的妈妈伟大？如果按照我的定义，是因为这一个妈妈为她孩子受的苦、担的忧最多。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？就担心他担心的最多啊。对，担心他的孩子担心的最多，所以那个伟大不是说这个妈妈有多么会教育，有多么会教，然后她的孩子有多少的成就，而是以我自己的定义来讲，这个妈妈的伟大是因为她为她的孩子付出、担忧、挂心的最多。啊，玛利亚是不是圣经里面最伟大的女性、最伟大的妈妈呢？我不敢讲，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。那时候，这个我们可能有人听过。那时候在菲律宾的时候，他们是天主教的国家，所以他们除了会去教会做礼拜，他们还会天主教的教会天主教的礼拜堂去做礼拜。然后他们还有一个会敬拜的人是谁？圣母玛利亚啊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会去敬拜、尊敬圣母玛利亚？因为他觉得这个玛利亚是谁的妈妈？耶稣。然后耶稣会听他妈妈的话，所以有的时候耶稣太凶了，耶稣去到那个圣殿的时候，把人家都赶出去了，所以有话不敢跟耶稣说，有话先跟谁讲？跟妈妈讲，再叫妈妈去告诉耶稣。我想要讲三个玛利亚跟耶稣之间的我认为他的伟大，然后再用第4样东西来做结论。第一个是，当玛利亚要生耶稣的时候，请问她在哪边生的？马厩，对不对？在马厩里面，那个是马厩，就是养马的，对不对？请问为什么会让耶稣睡在马槽里面？为什么？小朋友，为什么玛利亚会让耶稣睡在马槽里面？因为没有位置。因为玛利亚跟约瑟约瑟是谁？约瑟是耶稣的第2个爸爸。我也不敢说错这个心中下次要这样讲的时候，先跟我说啊。约瑟跟玛利亚那时候玛利亚要生耶稣的时候，他没有地方去，所以他所有的唯一能够变出来让耶稣来使用的是什么？马槽。你觉得我们来想想看，以玛利亚来讲，她对这样的情况感觉满意吗？她让她的孩子
在马槽里面降生，你觉得他会觉得很满意吗？我们有在座哪一位妈妈愿意让你的孩子在低调来对降生，在低调来对出生？我们有在座有哪一个妈妈愿意让你的小孩在低调？我可以跟他讲啊，猪圈里面降生。可是万一我们真的有一天，只能让我们的小孩在猪圈里面降生的时候，这个妈妈会很高兴吗？不会，我想不会。但是当时候的马槽已经是玛利亚跟约瑟所能够找到最多、最丰富的东西给他的儿子，谁？耶稣。耶稣。妈妈愿意尽一切的可能，从没有变到有，为了要让他的孩子能够顺利往前走。小朋友，请你再听一次哦。一个妈妈愿意在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尽她所有的能力，让她的孩子能够继续向前走，即使只有马槽。所以我要小朋友在这个当中学习一样功课，不要去抱怨你有的，或者是你没有的。你的爸爸，特别是妈妈，愿意为了你们尽他所有的，把他能给你的东西全部都给你。请你记住这一个功课。第二个功课，玛利亚有一次，约瑟带着玛利亚、耶稣一起去到圣殿，结果玛利亚跟约瑟回来的时候，谁没有跟上？耶稣。耶稣在哪里？圣殿干什么？啊？没有，还没有到那。他那时候还是小朋友，他那时候还才8岁，8岁还9岁？哎，圣经说8岁还9岁？8岁。哦，12岁哦，他去到圣殿，结果约瑟跟玛利亚回来的时候，他们以为约瑟在人群里面，他们以为耶稣在人群里面，可是耶稣有没有？没有。所以爸爸妈妈找不到耶稣，耶稣在哪里？还在圣殿做什么？跟人家辩论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舍不得离开圣殿，那边有他很感兴趣的东西，因为那里有他第一个爸爸所讲的话。我要各位小朋友在这里学第二个功课。不管你为了什么样的兴趣，不管你在追求什么样的东西，你的妈妈一定在后面追着你，担心你的安全。我再讲一遍，不管你这一辈子为了什么样的兴趣，什么样的人生方向在向前走的时候，你的妈妈可能跟在后面，一直担心你的安危、你的安全。所以，不要把你的脸转过去，不看你的爸爸妈妈，好不好？他们在担心。这是我要请你们学的第二个功课。第三个功课，当耶稣跟玛利亚，其实人家是邀请玛利亚去参加一个婚宴，然后突然间他们发现新郎他们宴席的酒怎样？被喝完了。所以他们告诉玛利亚，玛利亚去告诉谁？耶稣。他怎么告诉他？耶稣，哎，我跟你讲。而且那时候他多大？圣经没写，我不知道。然后玛利亚就告诉了告诉了耶稣说，酒喝完了。结果耶稣怎么回答他？耶稣怎么回答他？耶稣告诉他说，关我什么事？他们家的酒喝完了。关我什么事？你干嘛告诉我？你告诉我要干嘛？
你要叫我去前面的柑仔店买酒吗？耶稣告诉玛利亚，我的时候还没到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然后玛利亚怎么做呢？玛利亚接下来做什么？去买酒。玛利亚就告诉其他的仆人说，不管耶稣告诉你要你做什么，你都照着做。在这里我要各位这个故事到最后就是耶稣把水变成酒，然后让大家都喝得很尽兴。在这里我要小朋友学的第3个功课就是，无论你什么态度，无论你怎么做，你的妈妈永远都相信你，并且支持你。所以请你要记得这一点。我再讲一次，不管你们什么样的态度，不管你们的人生会怎么样做决定，不管你怎么样去看待你的父母，你的爸爸妈妈，特别是你的妈妈，一直都信任你，相信你。所以请你学会一样的功课，不管你跟他意见有什么不合，有什么想法不一样，不要否认你的妈妈，不要拒绝你的妈妈，懂意思吗？也许你的妈妈没有赞同你，也许你没有赞同你的妈妈，但是请你记得，她永远是你的妈妈，她相信你，她信任你，并且她爱你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这是3样哦，3样功课，哇，讲太多了，3样功课你记得吗？有人记得吗？哇，被困也看这，来，直接进入到结论。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有谁在下面看着耶稣？看哪？当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在下面依然挂心为耶稣来挂心的，还有他自己的妈妈。但是耶稣告诉了他的门徒哪一位？约翰告诉他的学生、他的门徒约翰说：“看啊，你的母亲。”懂意思吗？他告诉约翰说：“看啊，你的母亲。”那个母亲是谁？玛利亚。所以耶稣一直到被钉十字架要断气之前，他有没有看见他妈妈的需要？有。所以请你也不要忘记，不管你人生要怎么走，不要把你的妈妈给忘记。你也要告诉你自己，那一个就是我的母亲。怎么样定义一个妈妈的伟大？很难定义，但是我知道，愿意为小孩担心，愿意为小孩付出，愿意为小孩来牺牲一切的母亲，都很伟大。但是我要在这边提醒我们小朋友，不管你人生多么的飞黄腾达，不管你的人生能够多么的绚丽灿烂，请你不要忘记那一个生你养你的母亲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一起站起来，一起来跟我们在做这边的当妈妈的。其实爸爸也一样啊，爸爸也很伟大，好不好？有没有洗碗？爸爸有没有洗碗？有没有洗碗？有洗碗的举手。有洗碗的举手，有洗碗的你有在洗碗哦，有洗碗的举手哦，咱就这人有洗碗哦，安尼我们一起站起来，跟我们当中的爸爸妈妈讲母亲节快乐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讲，母亲节快乐，上帝祝福你，预备，来，母亲节快乐，上帝祝福你。谢谢大家。